后来最近传出讲，文化部打算要甲台中火车头4块链等50公尺这个50公顷的所在划入去文资的保存区，这是引发到地方的反弹，都惊一旦来划入，未来这个厝要来重建，或者是要改建，拢会受到限制。这个文资局特别来举办着说明会，强调讲，这个50公顷是指研究的范围，绝对袂离居民的生活区来划保存区。这个相关的规划嘛会送审查。工作人员说明讲，文化部依照文字法订定固定古迹台中火车站保存计划，因为敢若将附近50公顷当作是古迹保存范围，引起地方的反对。如果文化部真的要搞这件事情，干脆全体征收，1坪100万来计算的话，请他们编1500亿。车站本身就是古迹呀，古迹好，你好好的把古迹看是周边的哈。几公尺、几十公尺这样的一个范围，你做好嘛？因为这个计划书包括用地移转的规定、公告招牌限制，那计划确定者厝要改建还是重建，恐惊拢受到文字法的约束，和地方的人士真烦恼。目前古迹就是以国定古迹的定着范围，我不可能扩大。文资局强调讲，这个范围包括和平街、台中路、台地路等围起来的所在，将会整合民意了后，拟定相关的计划，后续会送到中央审议了后，再个公告，保证讲绝对袂将居民的生活区划入保存范围。好，来继续来。